天時暑熱，真係好想放幾日假嘅時候搭高鐵去一個清幽嘅地方放鬆下啦。今次帶你用5日時間，由深圳羅湖出發，直達江西，去一個好似仙境咁避暑勝地，仲一次過睇多個中國世一景點。即刻出發！先嚟到有江西版小千島湖之稱嘅國家4A 級景區仙女湖。我哋包埋門票同遊船，坐喺船上面，吹住微風，望住呢個由百幾個島嶼組成嘅碧綠湖泊，真係成個人嘅煩惱都即刻飛走晒。呢度不單止風景好似一幅山水畫咁，仲係傳說中仙女下凡嘅地方，充滿住浪漫嘅神話色彩，好有療癒感呀。第二個世一，呢個你一定會瘋狂打卡。我哋會車遊，被譽為中國最美水上公路嘅永吳公路。當湖水漲潮嘅時候，整條公路就會被清澈嘅湖水淹沒，駕車揸過去就好似喺水面上飛馳咁，視覺效果超級震撼呀。跟住我哋會去到千年古鎮吳城候鳥小鎮。呢度係世界級嘅候鳥濕地天堂，我哋仲會參觀候鳥館，你可以親眼睇到成千上萬嘅珍稀雀鳥喺度棲息，嗰種大自然嘅生命力真係要親身嚟到先感受到。江西有一座世界名山，廬山係集世界文化遺產、世界地質公園同國家5A 級景區於一身，亦係中國最佳避暑勝地之一。夏季平均氣溫只有約22度，上到山峰可以睇到猶如仙境嘅雲霧變幻，再睇埋三疊泉瀑布，啲流水隨風撲埋嚟，真係超級爽啊！趁住夏天去遊覽就最啱啦。江西仲有另一個世一，就係世界最高嘅阿彌陀佛像東林大佛。當你離遠見到專程高81米、金光閃閃嘅大佛，巍然屹立喺山心，莊嚴同壯觀。陽光灑喺金色嘅佛身上面，閃耀住慈祥嘅光芒。無論你係咪佛教徒，企喺大佛腳下仰望，真係會令你心靈由內到外得到淨化。跟住我哋去到世界聞名嘅千年池都景德鎮，放慢腳步行下啦，行入國家3A 景區絲綢池路，呢度充滿住濃厚嘅藝術氣息，感覺自己都多咗文人氣質呀。你仲可以得到 DIY 手工拉坯或者陶瓷彩繪，親手觸摸泥土，喺導師指導下一步步塑造或者畫出專屬自己嘅陶瓷作品，將呢份跨越千年嘅手工藝溫度帶去屋企。跟住我哋會去南昌參觀江南3大名樓之首嘅滕王閣，呢度千百年來曾經留低無數文人嘅足跡。其中景區主角正門懸掛嘅貼金滕王閣正匾墨寶，就係集合蘇軾嘅真跡書法而成。我哋呢個江西避暑清幽仙境5天高鐵純玩團，全程純玩，無指定買嘢行程，包晒你全程住宿、景點門票、高鐵來回，仲有優秀嘅粵語全陪，全程照顧你。成人團費每位都只係2999起，咁高質又豐富嘅高鐵團，你仲等？快啲聯絡我哋報名啦！